各位姊妹，今日咧嚟到第177條啊，問嘅咧係好特別嚇，誰是信友啊？即係邊啲人係平信徒啊？所謂嘅一般嘅教友啊嚇。嗱咁呢度咧提醒翻我哋教會咧就唔係淨係嗰個聖統制嘅，即係唔係淨係執事神父主教嘅嚇，其實係每一個領咗洗嘅人都圍繞住主耶穌咧成為一個教會，係嘛？咁邊個係信友咧？信友就係嗰啲借住洗禮加入咗基督奧體嘅人。用保祿咧喺哥林多前書12章27節講嘅一句説話，同大家分享啦。佢話咧：你們便是基督的身體，各自都是肢體啊！我哋咧每一個人都係基督嘅身體，所以咧係加入基督呢個身體呢個奧體，用點樣加入啊？借住洗禮咯，因着同一嘅洗禮，成為咗基督奧體嘅人咧，就組成咗一個團體啦，就叫做天主子民嘅團體。好似耶穌咁樣同父咧有一個咁親密嘅關係，係咪？咁然後咧，我哋按照住各自嘅方式自己嘅方式我係男啊、女啊、丈夫啊、妻子啊、老師啊、護士啊、醫生啊、律師啊等等啦唔同嘅，但係咧分享住耶穌基督自己嘅職務，三層職務三個角度去睇司祭、先知同埋君王。司祭咧就即係奉獻自己咯，自己嘅生命奉獻啦。係嘛？好似耶穌咁樣咯，我嘅生活咧奉獻俾天主就係司祭咯。先知就係為主去作證將佢嘅説話咧生活出嚟，先知啦。君王就係服務啦，做眾人嘅僕人僕役呢個就係分享住司祭、先知、君王好啦，咁如果我係一個爸爸，咁我點樣即係去奉獻我嘅生活咧？你要做司祭咯，我點樣喺我嘅生命當中以天主嘅説話嚟到支撐住我，為佢作證咧，支撐住我嘅生活就係做先知咯。君王就係我點樣為最弱小嘅兄弟姊妹做一個爸爸咁樣都係服務佢哋所以咧履行咗呢三層職務啦。咁依照自己唔同嘅身份去執行咧天主俾呢個教會，即係教會每一個基督徒要完成嘅使命，大家都有嘅，好獨特嘅使命。所以咧喺天主子女嘅身份上邊咧，我哋係真正平等嘅雖然咧有人係，譬如頭先講有人係爸爸媽媽、老師、護士等等，好似或者係唔同嘅工作有啲比較睇起上嚟咧人工少啲有啲係高啲，咁但係咧喺天主面前都係洗禮加入咗基督嘅奧體啦，呢個係平等嘅。呢啲兄弟姊妹咧，其實就係我哋都係啦，係咪信友有分享住同一信仰嘅朋友好，咁等我哋咧重溫我哋今日咧提議大家嘅聖經金句就係呢個：你們便是基督的身體，各自都是肢體。哥林多前書12章27節。